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搁在伫这个网顶三甲见面，来举行咱今仔日最后一摆伫网顶的崇拜。因为我要伫遮宣布一项代志，对下礼拜开始，咱无搁再有这个网顶的崇拜的讲道。今仔日是最后的一摆了。为什么呢？因为咱感谢主，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愈来愈这个平静落来了。真侪人甚至出门无搁再伫迄个桥道了，真侪人有正常的生活，甚至出国去旅游，全家出去旅游，去餐馆的食饭，佚佗，继续做生意。那伫教会的活动呢，当然真侪教会这个是已经有正常的面对面的聚会了，所以主日的崇拜了，甚至会祈祷会咯，或者其他活动，所以教会渐渐会恢复正常，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呢，咱下礼拜就正式的停止这个网顶的聚会，盼望各位兄弟姊妹，无论你伫什么国家、什么地区，盼望恁伫主日的时节，还在活教教会内面，甲主咱兄弟姊妹一同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服侍主，所以欢欢喜喜的兄弟姊妹做一个来敬拜，来服侍，愿一切荣耀归托神。咱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过去的这3年来甲阮同在，虽然拄着真侪危险的代志，也有伤心的代志、担心的代志，但是将要诚做过去了。阮感谢主的恩典，阮盼望以后的日子，上帝，阮知影继续甲阮同在，兄弟姊妹，搁在活教教会咧去敬拜主，甲其他的兄弟姊妹来同心敬拜、颂赞、阿罗上帝，三甲来服侍主。愿主的名伫国教会当中得到荣耀，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求圣灵来感动阮所要讲、所要听的，求主甲咱同在。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漫步，快把晨光照亮，是忧伤这变欢畅，借我慈恩福，借我慈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慈恩福，救主听我讲，借我慈恩福，是他人的主。述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
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开始咱的主日崇拜我昨晚有讲到，咱即礼拜是最后的一礼拜伫网顶的聚会，网顶的崇拜。下礼拜咱就正常的伫教会咧崇拜咯。所以盼望恁伫主日的时节我去原来的教会，甲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三合敬拜主加正常的这个崇拜的时间，感谢主的恩典。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这个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也一定是这个真正的传教士。为什么呢？因为咱信主的人，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无论咱呢是伫什么款的环境、什么所在，咱心中一定就会记得咱着传福音这项代志。无论得时无得时，拢着传福音。因为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安尼讲，咱就应该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着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逐款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宽勉人，这是圣经的家事，并且咱伫世上的生活时刻，拢着以荣耀上帝做咱人生的目标并且着帮助咱的主内兄弟姊妹，交世间人的需要。所以咱今仔日的题目是宽慰之子巴拿巴。宽慰之子巴拿巴，英文是 Barnabas, the son of consolation。巴拿巴是这个宽勉人、安慰人的人，就是巴拿巴。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30节甲这个第4章36节这段经文。咱讲到巴拿巴甲这个安提阿这个所在的信徒的关系，那么福音知影传到安提阿的时阵伫迄搭的教会的情形怎样了呢？迄搭的情形怎样了呢？头一点，咱讲到安提阿的基督徒那安提阿的教会的开始是这个真发展真好，真侪人信主的人愈来愈兴旺圣经安尼记载，第11章第19节第11章第19节，伊讲凡因着司提反所拄着的代志的患难失散的遮门徒一直到腓尼基甲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并安提阿因无向别个人讲道，只向犹太人来讲。第20节讲，但是内中有居比路这个所在，甲古利奈这个所在的人因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就是希腊的人传讲主耶稣的好消息。21节讲，主甲因同在，信
离归主的人就真多了，就是信主的人愈来愈多了，那么这是头一点安提阿的基督的教会甲信徒伊伫迄个所在的发展的情形，是感谢主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教会初期教会时阵拄着逼迫跩犹太教甲跩官府的人来逼迫因掠去关，甚至将这个尸体反掠去害死。所以信徒就偷偷向外发展咯，走去别个所在咯，踮遐传福音。所以有的人走去伫海岛咧传福音，就是伫地中海有一个大的海岛，就是基比咯，Cyprus 这所在传福音。所以有真侪人信主感谢主的恩典。第二，咱就要讲到基督徒伫安提阿伊的同事就倒落跩啊。伫即间新的教会安提阿，到底即个地点伫倒落，就是伫以色列向北行，向北的一个所在叫做安提阿。那么因为同工就是真重要人物，讲到巴拿巴这个人。第11章22节到24节，讲到巴拿巴伊是被耶路撒冷教会差遣到安提阿来帮助新建立的教会，做兄弟姊妹。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巴拿巴去到这个安提阿去。那伊伫这个所在工作的情形叫这个。伊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第22节安尼讲，这个方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孔中，因为就打发就是差派巴拿巴出去行到安提阿为止，到安提阿，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跩四散的人到安提阿就真好的见证真侪人信主因听到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听到跩情形了后，就差派巴拿巴去帮助因所以因就巴拿巴就去行到安提阿。23节讲伊讲伊到了遐，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典到这间教会，所以伊感觉是非常的欢喜那么这个巴拿巴就伫遐咧宽勉众人立定心志，恒心恒久的活苦主叫因着活苦主热心听主，宽勉因的人就立定心志，毋通今仔信明仔无信，就恒心活苦主信苦主就宽勉众人伫遐就热心听主那么24节，伊讲这个巴拿巴到底啥伊讲这个巴拿巴原来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你看，所以呢，有真侪人信了耶稣基督，就信服了主所以差派这个巴拿巴去到安提阿帮站的时阵哇！伫迄个做了真好的工作而且这个人灵性真好形容伊是一个好人，形容伊是有神的圣灵来充满着伊，大有信心的人。所以咱看这个托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的人伊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良的人，而且有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伊才有可能为主做了美好的工作这就是讲到因教会其中的一个人物就是巴拿巴。第二个人物是啥呢？第二个人物就是讲到扫罗，就是后来称作保罗的这个人保罗开始，扫罗开始是逼迫教会，掠坏信徒掠去关，并且害死
做基督徒诶，吼，并且后来吼，伊向政府吼，向做官府吼，讨一条文书要去立大马色的基督徒啊。后来伊信主了个，所以巴拿巴吼知影吼，这个信主了后诶，这个扫罗伊点伫伊诶原来诶所在叫做大数Tarsus， 所以吼伊就去遐找这个扫罗去大数这个所在去找扫罗，带伊来要干哪些？来帮助巴拿巴伫这个安提啊这个教会啊，来三甲配搭侍奉主，来教导人互因的信心坚固，听主，所以伫这个所在三甲配搭来工作。所以圣经25节、26节安尼讲啊，所以巴拿巴伊就到大数这个所在，离安提阿无偌远呢，就找到扫罗咯，找到了后就带伊来到安提阿这间教会因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啊，甲教会三甲伫遐咧聚会，伫遐咧聚集，伫遐教训人教训真多的人而且因迄搭的生活表现因为见证非常好，所以门徒称呼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的。咱现在叫做基督徒，对倒这个名称倒落开始啊，是对安提阿。为什么呢？因为安提阿跩人信主了后听上帝，这个人信主了后来有基督，我面的行为、生活的行为见证有基督的样式、基督的形象，所以来我这是属于基督的。难怪迄搭的信徒、迄搭的一个普通百姓人，看到跩基督徒因的生活表现，因会怎样做人彼此相挺、彼此相宽勉、彼此相照顾赞助的事做啊，所以跩人迄搭的人就称呼跩信主的人叫做基督徒。咱现在叫做 Christian 的意思是对遐开始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所以咱信主的人，无论伫什么所在，咱就表现出咱是属基督的人，是基督的学生所以叫做基督徒。所以咱的表现、言语、行动，做人都有一个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才配合，才是合称呼配得称呼是基督徒。有的人称呼是基督徒，但是真侪是冠名的。什么是冠名的？名义上别人称呼伊基督徒，但是生活上无好见证，安尼就毋对咯。所以咱信主的人伫内外拢有基督在荣耀主的名。第三个人物是啥啊？第三个人物叫做阿加布这个圣经叫做阿加布斯记载至11章27节到30节。那么阿加布这个人伊是什么人啊？原来伊是一个预言是先知讲预言的。伊曾经伫这个安提阿讲到这个预言经过这搭的人讲什么呢？27节安尼讲，伊是当怀日子当那些日子，当怀日子有几位先知对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这个所在内中有一位名叫做阿加布，伊就徛起来伫众人面头前徛起来讲，圣经讲说伊借着圣灵，着指明天下有大饥荒，有真大片的所在有大饥荒。什么是大饥荒呢？就是无落雨，跩农作物跩种作
无出无出情资无出粮食，所以真侪人无通食所以这个先知就讲因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就指明经过说无偌久迄个耶路撒冷犹太迄个所在你要有大饥荒，真侪人无通食，所以即项代志写实无偌久到伫这个老丢这个 Claudius 这个的时代年间伫遮年代古年实现了，写实无偌久就是大饥荒来了。那大饥荒来，要做啥物？教会要创啥物呢？29再讲，就安尼呢，门徒就定义就决定，照各人的力量来捐钱咱各人有力量的捐侪钱就无力量的捐较少钱随在人的意愿是照各人的力量来捐钱，将这钱送去供给都徛伫犹太的跩兄弟姊妹犹太包括耶路撒冷了。所以第30节讲，因就这样做了，就将这个捐的钱托巴拿巴甲扫罗就带到耶路撒冷土跩长老送到遐长老遐去。所以讲到这个先知有言是写实的，有圣灵的感动讲到要发生什么代志，这是先知所做。伫旧约有真侪先知，到伫新约的初期，咱也有看见有先知出现，就是讲到什么呢？伫犹太这个所在将要有大饥荒，所以上帝感动因，将这个预言通知因，所以因才有一个准备捐钱，通来帮助迄搭的兄弟姊妹。所以这是主的恩典主特别的照顾也是要跟教会讲你说伫主内的兄弟姊妹，无论伊伫什么所在咱着帮赞的，伫困难的当中，咱的教会着帮赞因来捐一寡钱来救济因的需要。所以咱教会也有即款的部门就是这个主宣部的若有啥物地震水灾有的教会伫遮荒台车道歹去损坏或者迄搭兄弟姊妹拄着困难咱教会也是帮赞因别间教会听着也是安尼有帮赞捐钱，将钱带到因面头前来帮助迄搭兄弟姊妹。因为咱伫主内面拢是一家，因教会也是上帝的家，咱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普天的信主的人拢是一家人感谢主说落去呢，咱要讲到这个巴拿巴，为什么伊称呼做宽慰之，是宽勉人、安慰人的一个好人呢？咱头一点咱讲到巴拿巴伊的出身巴拿巴伫初期教会是一个出名的基督徒伊名本来是叫做约瑟啦，但是后来有一家人称呼伊对一个别名叫做巴拿巴。巴拿巴这三字里是什么意思就是宽慰之的意思。我怎么讲到宽慰之就是宽勉人、安慰人、帮助人的这个人所以称呼伊宽慰之。为什么呢？因为伊看到这个巴拿巴伫平常的生活顶面每一摆伊看到人有困难，伊愿意帮赞拄着问题艰苦心
伊就去安慰人。有个人信徒行袂路，伊就去宽勉伊。有一个歹的习惯，念就歹的习惯，伊就去宽勉伊，去回调，能够做跩无需要的代志，在无好的代志，就去安慰、宽勉、责备，将伊给带到正路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着做。当咱看见咱的兄弟姊妹行单路的时阵，咱为伊祈祷，咱来宽勉的。伊心中烦恼，咱就安慰求圣灵来帮助伊，互伊有一个喜乐的心，所以将伊称呼做宽慰之。那么伊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是12个家族内面是专门管理圣殿的工作，管理卫生的伫服侍顶面就在伫圣殿内面一切的事务由在利未人来负责，包括祭司的代志，做祭司的代志，所以伊的出身也是一个出世的祭司的家族这个巴拿巴是一个祭司的家族，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伊后来对这个基比路就是地中海靠近东边、靠近以色列的这个所在这个岛，可能就是第3个大岛有真侪岛国其中一个大的岛。那么伊就踮遐搬到耶路撒冷来徛，可能迄个时阵耶路撒冷圣灵降临，在许多讲道大有官兵力量讲道，可能伊也伫这个时阵信了主耶稣基督，伊也是诚做一个信徒，耶稣基督的信徒咯，并且伫遐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迄搭的信徒称呼伊叫做什么呢？宽慰之那么圣经对伊的生命属灵生命的表现，对伊的称赞，俄罗是什么呢？11章24节11章24节称呼的，伊讲这个巴拿巴原来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伊无论到什么所在，拢传福音做宽慰的工作。所以迄搭人有真侪人每到一个所在有真侪人，因着伊美好的见证，信主的人就愈来愈多。感谢主的恩典说落去伊是一个爱叫什么呢？好施行善。就是伫物质上愿意帮助人来做好代毋但对教会有需要，伊伸出一个慷慨的手来奉献，并且伫兄弟姊妹当中也是经常安尼做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成立的时阵在许多讲道，真侪人受感动。接受了主耶稣，当时有真侪对别国来耶路撒冷受罪期的时阵，听到在许多讲道真侪人信主圣经描写有3000人的，有5000人的，有10万人的信主，所以因就踮遐徛伫耶路撒冷因为就踮遐受。在门徒在许多的造就帮助因的灵性受造就，所以无立刻倒去因原来的所在，所以人愈来愈多，教会诚做一个重担，因的需要真重。上下要互伊食要徛倒落3日的3顿，伊在家中的人要怎样安排
所以伫耶路撒冷教会伫初期啊，有真大的需要，所以想要讨因食呢，想要讨因徛呢，要徛倒落呢，所以当时教会跩兄弟姊妹吼，就自动的摕钱出来，甚至因的地产田产有参队啊，卖煞将迄钱来捐。那么这个巴拿巴啊，就看到教会的需要，伊也是甘心情愿的乐意的将伊的家产卖煞而且将这个钱摕到圣徒在使徒面头前，关注教会的需要。所以巴拿巴毋但看到教会的需要，愿意帮助伫物质上的帮助，伫兄弟姊妹当中，伊也是安尼做，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这个巴拿巴伫教会当中是有好的见证，伫外邦人面头前也是有好的见证。过来，当保罗初信主的时阵，真侪人惊伊，伊讲伊也是信主咯，真做一个基督徒咯，但是呢，真侪人为虾米惊伊？可能因咧猜，这个保罗可能是假影信主的，毋是实在。伊假着信主才有法通交其他的基督徒接触。知影无人是基督徒，才要掠伊关骹躯，或者掠去心，甚至甲伊害。所以真侪人毋敢接近啊。但是巴拿巴伊知影保罗实在的情形，可能有去关心、去问、去观察，知影保罗是实实在在的基督徒，但是其他的基督徒毋捌你，也毋敢接近伊，只听说伊是专门咧逼迫教会的人，所以连耶路撒冷的这使徒也无甲伊接触，惊甲伊接触，所以巴拿巴就带这个保罗这个扫罗做伊的什么呢？做伊的引荐的这个人中间者，带保罗去见这个人，见这个教会领袖，免得因惊吓，免得因拒绝保罗，无信任保罗。所以经过巴拿巴的接触引带，所以保罗也是成做教会的其中一份子，就敢甲因来往，甲因来往，所以先讲巴拿巴就来帮助伊，引带伊来到使徒的面前，所以圣经就是安尼讲，讲到巴拿巴是一个引荐保罗去见在教会领袖的一个人，所以巴拿巴甲保罗甲扫罗就诚做传福音的好的同工。因讲每一个所在就三甲配搭侍奉，宽勉安慰造就初信主的人，所以迄个所在信主的人是渐渐愈来愈多，带一大群的人来归向主，进入教会内面。过来巴拿巴甲保罗曾经发生一项代志，经过这个巴拿巴的安排甲处理这个人马可也是诚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对传福音真有帮助的。所以圣经安尼讲，有一摆当保罗甲伊的同工来到一个叫做帕福斯就是帕福这个所在，因就踮遐开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家Perga 这个所在时阵，有一个因的同工，有一个团队内面传福音的团队内面，旅游旅行传道的第一次旅行传道的这个同工叫做约翰的马可，
这个约翰的马可呢，是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弟仔，或者是外甥，就是伊因为这个人半中途就家己离开这个团队，到耶路撒冷去了，引起了保罗对伊有成见所以当因伫第二摆伫咧计划要去履行报道的事做所以当巴拿巴甲保罗计划第二摆去海外传道的这个履行事做履行传道的事做，因两个人因着这个马可就发生争执发生剧烈的争执。巴拿巴原来是要拍算来带这个马可继续到面去第二摆的履行报道，但是呢，扫罗无愿意，这保罗无愿意带这个马可到面同行。为什么呢？因为头一摆的时阵保罗这个马可家己离开团队到耶路撒冷去，引起了保罗的无满意，对伊有成见，所以但是呢，这个巴拿巴伊说伊要带马可去，这个保罗说伊袂做咧去，因为伊头一摆家己离开所以因两个就伫遐争执，最后的结果是啥物呢？保罗带另外一个同工叫做西拉，继续伊的全面的传福音的道路。但是巴拿巴呢，带这个马可，这个马可就是曾经半路离开的这个马可，伊是带这个马可甲伊同行出去传福音。那么为什么巴拿巴要接受这个马可甲伊同工、甲伊同行呢？因为咱知影伊的性格是啥物虽然伫同工当中在年轻的人可能有啥物代志出问题咯，但是经过伊的宽勉经过伊的安慰就接纳伊，对马可有一个信任主要是说，互这个马可有一个机会互马可有一个机会互伊通来恢复伊的信心恢复对传福音的热心，所以伊就接纳马可甲伊同行因为来激发这个青年人激发伊搁再一摆将家己献互主，将家己来甲因做同工伫这个传道的道路顶面对因的帮助。所以事实上到后来咱发现保罗也接纳马可这个人因为后来咱知巴拿巴对马可这款的信心发现是正确的为什么是正确呢？因为保罗后来的书信当中承认马可这个人对传福音顶面对因真有帮助，所以伊伫提摩太前书后书第4章11节，伊的一张书信当中一张批当中安尼写伊说：若有路加伫我遮身边伊来的时阵你讲你来的时阵就将马可带来伊讲当你对耶路撒冷来的时阵，就将马可这个人带来因为伊伫传道的代志顶面对我是有益处的对传福音是有帮助的，所以伫这张书信当中咱来看出保罗接受了马可
做传福音，有甲因同工所以兄弟姊妹，咱教会当中信主的群内面可能有的人跋倒，可能有的信心软弱，可能有的因为什么代志而离开主，或者做什么毋对的代志，教会真需要亲像巴拿巴即款的人，因真慷慨，愿意帮赞教会需要。伫兄弟姊妹当中有需要的时阵，也真愿意伸出伊援助的手来帮助人。伫做灵性低落，还是拄着问题、忧心痛苦的时阵，伊就自动的去接近因，去安慰因，去鼓励因，叫因伫软弱当中搁徛起来，对叫伫失去信心的时阵继续振作起来。伊是伫教会当中一个真重要的人物。盼望咱伫教会当中，伫人的当中，是做一个巴拿巴，求主帮助咱。咱相信巴拿巴毋单伫教会有即款美好的影响，咱也相信伊伫社会顶面、伫生活顶面，继续来为主发光。伊所做的代志拢是为着荣耀神来做，正亲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所讲的，无论是食，无论是啉，无论是做什么拢着为着荣耀神来做，为着荣耀神来做。愿主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多谢你今仔日的这个信息，互阮学习到这个巴拿巴伫教会当中，伫生活当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伊是诚做伫这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劝慰子就是伊愿意帮助人、劝勉人、安慰人。当人伫临到各款的问题的时阵，伊愿意伸出赞助的手来帮助兄弟姊妹的需要。同时，伊也是伫教会传福音顶面付出伊的代价，愿一切荣耀归托上帝。阮在信主的人来向伊学习，求主你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